咱来看高雄市今年有真侪大型的演唱会，嘛有带动观光哦。也毋过民众就发现讲，饭店亲像起价咯。这礼拜哦，高雄又阁有2场的演唱会，观光局嘛稽查当地13间旅馆，发现有4间哦，趁这个机会来提悬价数，本地一盒4600块起到7400块哦。观光局是表示讲，这款违法的行为，上济是当罚5万块。观光局人员甲消保官同齐来到盐田区这间饭店，详细询问房间的介绍。因为最近有真侪歌手拢来高雄开演唱会，这礼拜就有2场，市区订房率有到8成，想袂到也是有业者趁机会提悬介绍。观光局拢总稽查13间的旅店，就有4间业者来违规。上侪这间拜六单人房的介绍，一间就要起3000块，观光局依法罚款5万块。在这一次稽查的13家业者当中，有4家旅馆业者，他的房价超过了被查房价，后续我们将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1万到5万不等的一个罚款。4间违规业者在拜六迄天房间介绍起200到60不等，其实疫情解封了后，不少民众拢感觉国内旅店、饭店介绍真贵。记者实际来到违规饭店附近，也是有不少外地游客表示讲，若是介绍被起价收函，因拢会当接收。高铁票的那个，对，大概这样子是一个人3000出头吧。对，对我们来说，我就觉得还可以，对，可以接受。总是价格是差不多，主要是我要的是因为有小孩，所以我选的是家庭房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个价格是还 OK。观光局嘛呼吁旅店、饭店业者唔通趁廉价也是活动的时阵，凊彩提悬房间介绍，若是用查到，会依照规定罚款1万到5万块，而且公布店家名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